香港大学学生会的评议会顶个月通过要悼念7月7日野岛渡警察了后自杀身亡的人士梁建辉，率去互香港政府给批评。虽然学生会落尾有撤回提案，不过香港警察10八也把4个学生抓起来，认为因是伫咧宣扬恐怖主义，违反国安法。今仔日台湾学生联合会和学者做伙召开记者会，要来解声援。香港警方10八以违反国安法第27条逮捕4位香港大学的学生，包括前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、港大评议会主席、文学院学生会代表，也有李国宪同前学生会代表。因为港大评议会伫咧顶个月通过悼念梁建辉议案，去互港府认定是宣扬恐怖主义，已经透明查扣。19即天有3位互法院提审，也若长期义务提供司法协助的612基金，也伫咧学生去互掠走的即天宣布解散。各位，这是香港的百年浩劫，习近平正在香港搞革命，已经杀红眼了啦。而香港那些港奸刽子手为求北京大人的青睐，为求取个人荣华富贵，超标完成屠杀香港人的任务。现在的香港不但悼念烈士的自由被禁止，连心存感激的人想要发声也会被禁言。香港大学学生评议会伫咧7一屠杀警察案了后开议，通过悼念梁建辉议案，去互港府大力批评。香港大学学生会随后撤回议案，认错、悔失礼、佮辞职。不过，港警伫咧7月16要是日后来搜查。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认为，香港的人权甲自由已经完全乌有去。我们能够有的是希望守护好台湾这一片土地。跟台湾人融入在一起，捍卫台湾，抵抗中国的威胁跟霸凌。桑普表示，台湾除了爱赶紧整订港澳条例的香港人权甲民主条款，也爱修订港澳条例第31条，讲一个时阵也爱防止真中资、假港资来侵扰台湾。记者民警李学凯台北报道。